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这一期的《百姓戏台》。百姓戏台又跟您见面了，感谢各位现场出阵，谢谢各位，谢谢。那么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啊，中老年朋友聚集一堂，我看出来了，这个戏曲啊，真是源远流长。还有年轻的朋友呢，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啊！你看，年轻人着急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观众队吧。好，今天在我们现场就座的有来自上海美辰化妆品有限公司的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来自玉佛蚕丝竞速月饼的朋友，以及上海悦来坊食品有限公司的朋友和 DI 陈俊龙国际职涯中心的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正像您所说的，年轻朋友也正在被我们的戏曲节目、被百姓戏台的魅力所吸引。今天到场的这位呢，非常的靓丽。毛威啊，你别着急，我觉得呀，今天到场这位非常优秀。你别着急，跟你说不让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说呢？我觉得这样，我们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节目，你就知道今天节目的主题和主角了。哦，还先卖个关子。哇，看过之后啊，你说这是出场秀，它就是比较充满着时尚的元素啊。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今天的主角请上台，让我们掌声欢迎毕派小生杨同华。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杨同华了，其实呢也要跟杨同华聊一聊。大家都觉得你唱越剧那么好唱的，而且扮相特别漂亮。对呀，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唱越剧的呢？你给说说。那我是那个小时候9岁开始就学毕派，对，毕派当时就选定了毕派了。对，那时候又看了一个电影叫《王老夫抢亲》嘛。那时候就我想怎么那么漂亮，我就迷恋上毕派了。后来一看那个是香港那个什么夏梦演的嘛，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好听？我就一直寻，原来就是我们那个上海京剧剧团那个毕春芳老师演的。从那时候就迷上这个声音开始啊，太棒了！所以9岁就开始唱越剧了。那什么时候拜师学艺的呢？对，85年。85。对啊，85年拜了毕老师。对。有人引荐还是？那时候就是。
我呢，考了越剧院以后啊，那时候录取以后呢，因为他们说要我改唱流派，我呢就一定要唱毕派。唱毕派这件事呢，让毕老师知道了。执着精神，老师感动。毕老师后来呢，就所以怎么有这么一个小家伙？所以难怪我就听说杨桐华当年被上海越剧院录取了，居然还不去报道。我想，为什么那么拽，那么牛呢？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对，因为他情有独钟，就是要让你改这个流派，你坚决不愿意，所以宁可不去上海越剧院了。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唱一个人就很知足的嘛，我就觉得我就要唱毕派。没什么，我就唱毕派。所以当时这个精神也是传到了毕老师耳朵里了，他知道了啊。对，先前有见过，后来他说：“这小剧是哪能嘎讲啊？”对。那么后来呢，就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当时我们剧团那个党委书记叫许绿婵嘛。后来他们就到时装的又把我接到了静安越剧团。所以呢，当时也很高兴。85年那一年呢，我们静安越剧团正好排了一个新戏叫《越州平冤》。平冤呢，我呢演杨梦蔚老师的比较。那时候，那么晚上呢，毕老师演于唐城，白天呢就是我跟着那个杨梦蔚那个周亚青老师。所以这都是学生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难得的机遇。觉得好幸福啊！我觉得我进了这个静安越剧团，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梦想的那个。所以就是当时就后来进到静安越剧团，只要能让你唱毕派都可以。好，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欣赏一下杨桐华带给我们的越剧经典名段的唱段，好不好？好。你家子哪里？小姐呀。
问的是有名人家。哦，小姐，你要打听的是有名人家，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哪一家？你快说呀！北国有部好人家，家乱日子最稳定。下来飞过就是亲，一飞过二飞亲。那为我左打听来右打听，他师傅文章唱起人，还在故儿来同门。原来是此。怎么样，杨桐华不错吧？相当的优秀啊。接下来我再给你讲一段杨桐华的一个故事。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他呀。对，大家喜欢戏曲嘛，是吧？老中青三代你都得熟悉。那我们来听听关于杨桐华的故事。你看，我就这么一说，你这一拎高了，我可谦虚了，谈不上什么故事。就说呢一件小事儿。这个杨桐华呀，这个唱过一个《红色医生》，这是一个毕派的广为流传的一个名段。杨桐华在这方面呢又深得老师的传承。所以说呢，今年他要演成这段，因为什么呢？今年又是这个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对，今天唱这段，它颇有意义。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粤剧《西藏新貌》。前辈啊，要比梦想没前辈那么，毛威啊，你有杨桐华的故事，我这儿也有啊。哦，你也有故事？对呀，不光你了解，我也了解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好不好？看来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其实呢，这个当年啊，毕春芳老师呢特别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联播教授来创作一个粤剧的开篇，名字叫做《城隍庙》。那就在第一次上台要演唱这个《城隍庙》的时候啊，毕春芳老师不巧在后台呢脚扭了一下，所以就
没法上台唱了。这样呢就临时啊找到杨桐华说请他来现场救场唱这个城隍庙。所以这样说起来呢，这个城隍庙这个开篇第一次首唱就是杨桐华唱的。这段故事还挺奇妙，到底是真是假呢？咱们听过之后便可知晓。我们来有请杨桐华为我们带来这段越剧开篇《城隍庙》。
这个杨东华呀，除了这个 B 派唱得好啊，我发现他的演技啊也是相当可以的。那咱们就请大家来看一段啊，充分能够展示啊这个杨东华各方面啊技艺和身段的一个节目，好不好？也是越剧的名段《玉蜻蜓》当中的巨子。请问是他，这叫什么字？这叫放生子。何谓放生子？家园公。放生子，放清宫。放生子中鱼儿多，这都是帅男新女将他放，为的是将杀生灵所在。松是绵绵长长长得多，你终于好心带他找，只怕是找不到师母是那苦。林女子找师母，为何他心中不灵？他林女子找师母，分明寓意在打动。是他带路。贾元公，请到瓦地进香。贾元公，来世
此一日大勇报地，大勇报地呀！大勇报地真恩为呀我，亲阿母家用尽数。儿女之间伤心之事，不知贾元公所知何事？是他内狂，内狂者把一事故中间受，为什么看见儿女不照？这一边女儿好像在哭泣，手捧银瓶无奈哦。那一边男儿好像心不死，家大来花香渡红。究竟是儿女生出亲生母，还是这四姑娘请来找糊涂？贾元公，你错了。这本是谁在龙女拜观音？我看是一生儿女来救死我，是谁在龙女拜观音？九娘亲啊，是拜观音。九娘亲，九娘亲啊！他几次头上来问我，莫非他真是来寻我？想起了他本身夫妻样子，9年前随到纸上曾见过。我回来拜托爸婆去打听，真乃是花名略微清楚。难道是原在就是我的孩儿？天下同胞生意多，不可鲁莽要杀我。
那王城司令要拉婚，那天我家外放风筝，花园里巧女望千金啊，相见不忘夫妻情啊，要我去年是在山根，我也不莫好进园门，不知何人实心肠啊。鲜血做一经啊，花篮草马为家营啊，敲门砖上血手印，句句言语都是真，万万大人生用情。通过刚刚我们的聊、我们的谈、我们的访、我们的说，通过这个杨桐华的唱，通过杨桐华的演，大家应该觉得啊，我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有据的。哎，那当然。哎，杨桐华的确不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请上一位嘉宾啊，哎，他可是更有故事说了。哎，就是接下来上场这位嘉宾呢，那算是要真正的给大家讲一讲杨桐华的故事了。哎，让我们掌声欢迎杨钰上台，欢迎。好，李大家好。呵，这么高的一个小帅哥啊！我心说这个，我还在想，姚明退役了，我没有压力了，感觉你一上来了，我还是很有压力的。不，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是永远高大的。哎呀，小伙子还真能讲啊！哎，这个我就觉得很纳闷啊！哎，这么小的年轻的你跟杨桐华对啊有什么关联呢？你有什么很多故事能讲呢？我是一个了解他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你喜欢戏曲？喜欢。哇，经常看他的，听他的必派。对。哇，那么我想问问你啊，您今年高寿？我15。15啊！岁啊，这身高有多高啊？有没有1.85米？1.88米了。1.88米，我的天哪！难怪一开场我说中老年观众朋友齐聚一堂。我们的尤家说了，有年轻的朋友，不仅真有年轻的朋友，还有更青年的朋友。对呀，真的是又高又帅，1.88米，15岁。哇！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你有什么关于杨桐华的故事要跟我们说呢？哎，说到我们杨老师吧，这个了解他的朋友呢，仔细的去看一下，他的眉间吧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川字。说到这个川字吧，哎，可就话长了。当年他呢刚开始学习毕派的时候吧，也只有我们这个毕老师的一招一式啊，所有的唱腔啊，非常深入的去研究。可他总觉得吧，这个神似、形似之间少了那么一丁点什么呢？毕老师的眉间吧，2道很可爱的小细纹，正好构成一个川字。那么知道之后呢，他每天回家就对着什么镜子呀，这么掐呀挤呀的，哎，终于给他留了这么一个川字出来。你是说这个川字是硬给挤出来的？杨桐华在家天天照镜子，你怎么会知道呢？这我外婆告诉我的呀。你外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呀？我外婆是杨老师的妈妈，那杨老师就是你的妈妈。我的妈呀！所以今天来的是杨桐华的儿子杨钰啊。哦呦，杨桐华看到你啊，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的美啊！是，可能很多观众看到杨桐华在舞台上的形象非常的俊美啊，没想到儿子这么大了，是不是？不错，小杨，哎呀，快点长大，长大你就是大杨了。这后面还真有趣呢。讲后来有一回吧，我陪我妈妈吧，这个去，她说这个现在咱也不以这个戏曲为一个终身事业了，咱去把这个川字给填了吧。后来医生一看，哟，坏了，怎么了？他这个眉毛之间这块肌肤吧，纤维全给掐断，坏死了。哦，是吗？就是说他以前自己弄得太厉害了，是，就拼命的练那个，为了跟毕老师完全一样，就痴迷了，模仿这个毕老师。对。结果呢？结果就哭泣了。但他说他不后悔。哎，为什么？孜孜不倦。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幼稚留下的一个痕迹，他觉得这就是毕派在他身上留下的永久不灭的烙印。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知母莫若儿啊！对对对，儿子对妈妈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深刻了。而且说出来呀，那都是油然而生的一种那种对母亲的一种敬仰也有，对，同时呢，这种关爱也有。哎，我想我坚信呢，长大呀，你妈妈绝对有一个很好的依靠了。好，谢谢王老师。我想知道，就是你妈妈那么喜欢越剧啊，那你呢？我不喜欢的说不出来，也喜欢。你在家也唱吗？唱是不唱，听。就一直听妈妈耳濡目染，就是欣赏，是，所以也是我们越剧的小粉丝。是。那么在这和杨玉跟叔叔阿姨介绍一下，你本人那么酷爱什么专业呢？酷爱文学跟音乐。哇，刚刚的您的话语的表达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小杨玉有这个天赋。我们也祝福这个杨东华的爱子今后15、18、21，成年的时候，也随着您的年龄一样，有成绩增长，好不好？好，谢谢杨玉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就随着杨玉讲的故事，继续来欣赏杨东华带给我们的越剧唱段的表演，好吗？来，有请。你也懂得夫妻情吗？情
哎呀，这个杨东华的粤剧唱的真是不得了。刚才欣赏了一段这个《白蛇传》里边的这个断桥，是吧？哎，想问问杨东华，现在你在哪个剧团呢？哦，那我现在那个已经不在剧团了。虽然不能当一个专业的粤剧演员了，但是这辈子的话，毕派艺术已经深深的刻在我的骨子里面，就像毕派的留在我的血液里面一样的。对，它是你毕生的追求。是，那平时就是还参加一些什么样的粤剧方面的活动呢？哦，那有很多。像今天的百姓戏台。特别很感谢你们电视台，这个比老萨港大兴一定更加电视台你们这个平台这个很关心我们那个七臂粤剧跟七臂流派。杨东华为粤剧付出了许多，但是他同时也收获了粤剧为他带来的许许多多的荣耀。是，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像杨东华一样，唱粤剧越唱越开心，过日子呢越过越幸福。祝愿所有的朋友支持杨东华，愿杨东华也把更多的美妙唱段送给大家。那最后呢，让杨东华就在这个他的边唱边
表演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好吗？好，谢谢，下期百京戏台再见。